各位听众，现在播送越剧《拜月亭》。《拜月亭》是根据60种曲《幽闺记》，并参考了其他有关资料改编的。戏里着重描写了蒋世龙和王瑞兰在战乱中患难相助所结成的坚贞爱情。北宋时候，金兵入侵，蒋世龙在逃难中和妹妹瑞莲失散了。王尚书的女儿瑞兰和她母亲也失散了。在互相寻找亲人的过程中，王夫人和瑞莲相遇，认作母女；蒋世龙和瑞兰相遇，经过患难相助，两人渐渐地发生了感情，结为夫妻。不久，战乱平息了。一天，王尚书路过客店，发现女儿私定了婚事，强迫把瑞兰带走了。数月后，蒋世龙得中状元，王尚书奉旨要把女儿配于蒋世龙。事前，蒋世龙和瑞兰都不知道对方是谁，两人坚决不肯允亲。后来，蒋世龙在王尚书的再三盘问下，说出了自己和瑞兰的爱情，最后真情大白，夫妻兄妹都得到了团圆。蒋世龙由尹桂芳演唱，王瑞兰由李金凤演唱，蒋瑞莲由戴中贵演唱，王夫人由谢小仙演唱，王尚书由徐天红演唱。
但愿都是这是非龙，是非龙。两条路不知道哪一条去，我也不知。唉，两块侍女都已失散，至今只剩母女两人，怎么是好啊？正遭兵后到兵后，母女到身去奔赴，去奔赴。风雨来日不风，又叫家家万载不听老家人进步，不应家乡女在后，一家人跨过分东西，绿萝卡的三字书，四海茫茫虚无父亲上来落兄
真是不无生死，祸不单言。你不是我女儿，是我因生而来。你不是我姑姑，怎么叫我的名字？老师乃是叫女儿谁啦？谁啦？谁哩？这一时之错，是我听错了。莫非你们兄妹失散了？莫非你们母女也分离了？对呀，你的爹娘呢？从小就亡故了。唉，至今又失了姑姑，你快去行啊！姑姑，姑姑。我看他轻轻年纪，这荒村衙地岂能无人少理？我见他年老力弱，他真经的是在发热条条。我去叫他回来。有了，带我去帮助于他。老太太，我来扶持你去寻你的女儿去。小娘子，我陪你把姑姑找。对呀，对呀。
我也管到重许是重许是。妹子在哪里？妹子在呀！哎，你不是我妹子，为何应声而来？你不是我母亲，为何叫我名字？我叫的是我妹子瑞玲啊。瑞玲，对了，哎呀，这一时之差，是我听错了。哦，你可叫我妹子瑞玲吗？哎呀，你这人，我与你平生相逢，还不是你妹子模样，怎会知晓？哎，我是混得里的。对呀，他又没见过我妹子，终日相见也不认识。妹子，妹子，母亲，母亲啊！那小娘子不见母亲心焦急，一往一哭来滔滔。我的妹子那君子不见妹子里在人，一旁飞对上旁。妹子，君子，你在何时不见了妹子？听了。北望马路红墙道，家家避难无道，我兄妹离家都并在，山山中路无此招。小娘子应承到此，兵荒马乱中强盗，家家避难无道，母女离家都并在，山中路无此招。有道是救人莫得救人生，杀气手来更烦恼。自己妹子不见，与别人言难些什么？小娘子，你快去找你的母亲要紧，我要引路了。母亲那君子当晚等着，如果不叫他对我同意，他是我的雨伞，毫不害羞。
哎呀，君子啊，30论君之中，当花马论这过道生，哪里外顾得到什么修辞？听他之言，早晚有理。但不知你他知我的雨伞究竟为了什么？君子听听，当当皆有他因心，愿君子淮南相助待我应，就我历史你在为今世不忘的他。万难无助你给应，区区小子的父母亲，表娘子，你若与我同饮，来，我去找妹子。我去寻母亲，哦，请。亲啊！哎呀，切君，谈不知他有夫无妇，但是有夫之物，岂必落得瓜里之言？待我上前问明，小娘子满意。君子何事？小娘子，你可曾用过它？哎呀，论君之中，你三家务哪里还有什么法？我是平常所用之茶，是什么法？是你部家下的品茶。嘿，三家万年请你，那得好啊！其他上面遇上，我也万民思当亲，他无父，我无妻，终有一日也不甘心啊！小娘子，三不如啊，你要小心
我们各路要紧。那君子子不过是悲，送儿老的临阵陪，我在那举目不听人一步。迎喜的遇见了兄子相跟陪，那小娘子自古为歌女，聪明伶俐，大人脸盖，她无人最多。理论苦，不懂于困难也有家常他的。在世间一步天前不用山，无人烟永存，我梦真一见那道一里桑桑滚在关。在那荒郊野外，男女同饮上千生活，到了关进渡口，还有人盘问起来，这年是何是好？君子，你在想些什么？你去啊，迎边去要不办。关进渡口有人问，关进渡口人不问，叫我也去答应。迎边去呀不花，关进渡口有人问，倘若有人来盘问，就说是亲姑姑送妹转为人，神作兄妹到可以，难不知他面貌与我两几分。有了，小娘子，刚才你说到不见你家什么样态？不见我的母亲。你看，那关山之上来的好像你母亲在哪里？在这里。兄子，啥都是你的不是了。也是我不是。你明明要看我的面容，我在想拍去想，让君子看上一看，为我生我母亲来了。小娘子，不要多疑。刚才你言道你我神作兄妹，我不知你的面容与我不相似。既是此，君子听可。你我面貌不像，虽说是天娘儿母，那你家有我家无？哎
呀，这不是道理。我乃正直君子，实不来枉王。这是我是好啊。小娘子，看来不能与你同行，请了。兄子，我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我说不出来。这里不的三个人实有无妨。唐大有人来问你，谁杀与你是夫什么？究竟夫些什么？君子猜来。是复婚你的母亲。哎呀，不是。那么复婚小生。哎呀，有法不是。那就太不得了。哎呀，天哪！那君子分明是故意，假说不是本到底，那奈何值得往下讲？君子啊，谁杀你我？是夫妻。哎，既是夫妻是夫妻，为何就是夫妻？君子你应用了，我这想有理了。我这想万里。公路梦中想第一，你是一生头无你，就杀得我女为不忘君子的恩和你。你俩是需要的，是今你我是夫妻。天日不早，我们赶路要紧。你在做什么？我在牛穷。你儿家婆婆几子里，怎能扭得过呢？找一个人帮你扭吧。哎呀，在这乱军之中，哪里有还人帮我扭呢？眼前有夫子，何必求眼人？莫非这是君子？那就有劳你了。这么大的姑娘，有一条裙子也扭不过。哎呀呀，我你自己扭过来，还是我呢？还是我自己来？我来帮上你。两路军刚在市上亮光了，再等他亮过了，岂不
会耽误了李某的路途。哎呀，那怎么办呢？我有个办法，把陆琼带在我的肩上，这一天也轻人一位儿行。你帮你后生老来生气。哎呀呀，是此时了，你倒有同父之意。这是我的恻隐之心。别话少讲，把陆琼带在我的身上，对你为就滚了。我的兄姊妹意，我只想有理了。我只想万里。你的打到我的头了。放下来万里。不用了，不用了，令我赶路要去。兄弟妹，我路路花海，人中相遇，老三心肝疼。哎呀！可不，请进。殿下啊，请我们当上两只王爷。你们一共几个人？就是我与他两个人，为何要加两个王爷？你去当手就是了。不瞒你说，我是殿下不少，就是兵荒马乱，王爷都接我了。请我们付两只账吧，账也提不出来。哎呀，这怎么办呢？你们是我们是到哪的？我是说你们两人是来说电啊？我问你们两人是什么亲啊？我们是是夫妻。既然是夫妻嘛，岳爸爸给家两个忘记了，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客官，想吃点什么？醉了一天，肚子倒有点饿了。你店里有些什么？你可会饮酒？哦，你在早上店外大美酒。是啊。王公殿下命岂敢？王娘正道谁不孝？夫家必居莫不少，把你恩修天下少，上月红做玉琴，谁你欢喜，谁你跳。我是个王公夸口，我举你的酒啊，开屯十里苦为香，隔壁三家都知道，都知道。有这样好的酒，你让了名字。路上有些风霜，饮点酒也可抢我好。娘子，我哪一样最好？你来到狮子山，我张勇好啊。哦，张勇，哎。张勇，兄子，你这样称呼，岂比如乘马甲？我叫你君子，
又称你什么？我称你一声娘子，你就该叫我一声夫人啊！也就这次。你拿去拿裙子啊，裙子？去拿贵人。贵人嘛，谁贵人？又为什么要加上个那字？这是我那相应，那怎么是好言？哦，是相应。他说去上上。他说这句苦呢？什么苦呢？我是问你这句苦好，好是好，为什么这是苦呢？哎，他说你忘记了，这是你们的相应，那怎么是好也？哈哈哈哈哈！这家倒也风。这两人好不可以，人他说是夫妻，可样子又不像夫妻。论师徒瓦人，倒要注意几分。小娘子，你也同来。我不为饮酒。当年头文化出两度，你就饮上来。我真的不会。那你却说什么？我不想去。一干了，那你让谁吧？我一句话情，一发火，我与你两人是何谁的？你让谁就要管我。你本得辛苦，常常还是娘你谁？你走的比老，常常还是你谁的好？你谁？你谁？你谁？哎，客气些什么？我还要应酬你。兄妹相依足人婚，苦恨经变辛劳也，大
许诺下靠边境，爱的兄妹遭谁杀？有家难的流落在光阳北，叹不知妹子至今在哪里？年少无知谁造因？失散了自己的亲妹子，却遇见这个小娘，怎想得到今夜会同她的死结束？
维护他的私情中。小娘子自古也信闻，你因无不得，你因无不得，我乃王妹我想念母亲，我与你一样有缘，一样的。大家不财不少，我们坐下来谈谈。咦，这屋里这么晚不熄灯？这对夫妻这一奇怪，牙关三更不睡，却在协助谈心。与你同说同意，我打放了本领。家是那里新的名声？幸好，除了夫妻外不知道姓名，真是把天助大梦。家子的武林人叫李官位。李得武力一家悲，小生新家名四龙，
色君啊，色君，小弟，哎呀，这可把我老妹子急弄死了。你向我来军中，谁不为公外难？谁是有缘千里能相逢？无缘千里不相这两句是何家分？你身在相归谁高呢？我还唱经都不才为，今在途中遇见你，再不是有缘千里能相会。第一句呢，一路上等人生我们夫妻好，孩子是有名无实情虚伪，再不是无缘对面不相逢，空祝夫妻家恩爱。哦，原来是在家夫妻，怪不得要加两个王姐。听那秀才之言，莫非有相爱之地？在我来查一查，秀才呀，你陪我安大事三重，看官明星记在胸，他的家的团圆，叫弟弟百岁亲人来相送，自作自语望金屋，我要那今年与无缘，三去不离分哦。秀才不要请我人，走掉那10匹骏马来相送，自中出马都是用，我要那金马与无用，金马不要。秀才不要10匹骏，叫弟弟7品官来相送。我有莫负金水文，要何在成为不高处，我也不要做。哎呀，秀才不要7品官，叫几个丫鬟来相送。丫鬟是男的还是女的？哎呀，丫鬟哪有男的？丫鬟岂是女儿
严总不当去连同。你这也不爱，那也不要，那你要什么？我要那腿中啊！哎呀，这荒城野地，地中上也没有一个，哪里来的松啊？对呀，那小弟他明明知道瓦中人，偏偏掐住康不动，无奈我只得也讲。小弟呀，哎呀，我话为参看脸色红。哦，我明白了，原来这口中啊，就是他，做人真是独当独。秀才，你因何不讲下去了？啊！我上次聊出来，他还不用去比老虎们去。哎呀，见他低头不语，定是怕我不用，但我见他一些怀疑。啊，秀才，你可尝到过事情吗？小弟问得好笑，秀才不读诗经，怎能称秀才？是啊，秀才不读诗经，怎能称秀才？那我问你，请问乖乖自救，在何自救？窈窕淑女，君子好来。哎呀，你都别字了。哪一个都别是？那有君子好酒，那有君子好来呀、哎呀，你快去啊！你快去啊！还不是我救不救得到你这样一位是花子鸟的小弟呀！哎呀，其实两人都有意思，带老婆进去碰见他们吧。好，原来你们不是夫妻，但是我们不是夫妻。你们真的是夫妻。哎呀，我被杜吉他听见了。我的门话早听得一清二楚，你们还要瞒我？哎，他要你去，你为什么不去啊？哎，他要你这口中，你为什么不接他这口中啊？不开口。哦，我明白了，一定是情不投，意不合，两人都不愿意。我愿意。真是，他连夫妻独中啊，一个姻缘天长嘞。
得多了，亦能其扰。哦，这里有太阳，到这里走吧。王公，是人生活独在乎，不因离途遭平路，生存上难其扰。我老婚这不是个好人，你两人真配得了夫妻。王公，我们打算明天动身。哎呀，你的病体让年轻于我不多日几天。我要去找妹子，他要去找他的母亲。哎，如今他的母亲，你应当教育母了。回家。来了。你们两人啊，真是天人一对，地人一双。他的母亲，我应该要成岳母了。官人，娘子，如今我们是夫妻了。娘子，他见了你的娘，你怎么说？我说不来。说不来。我来教你。常在我家待多远，见了爹娘把我们经过在跟着，你虽说我人品好，我有才过，你爱我去自官方，有自梦。因此你才许心中决心与我牵还有一点都没我，这真是万难夫妻巧良其人家听见了，气不掉啊！夫妻两天怕什么呀？娘子，你照样说一遍给我听。你说了一样。我说的事不见你说一遍。那你听了。看大家的多远。
裴春啊！哦，我听错了，对于你本好有财富，我爱你就是荒唐女子嘛。你又错了，什么是举止荒唐女子嘛？我是在举止对方有滋润啊！我爱你举止对方有滋润，因此我才是心愿，交心与你姻缘。哦，就是与你结缘。no， 你这人真笨，我又不是出家人，要结什么缘啊？你在问你，我说不来，交心与你结姻缘，然后一定都美满，发生之外那夫妻桥梁缘。对了，你可要记日了，不会忘记。不用做他呀，看样子也变了。夫人，明天不要走了。怎能再待下去呀？王祖万千千岁多，所得一世情变道，虽为艰难最穷路，为风落怕在他乡。夫人，不用担忧，这是警察正为把他提了吧？这是你心爱之人，真傻得哪去？正在患难之中，晚风是非做的，不料房主还的，余下来乱做过娘子，我与你转落患难在一苦同人难弄到，因亏卡的苦人人，因亏有你自作他，解压自家你操劳，每呀相我到天亮，不原来你为我担忧，为我忙。
许你发奋尽头在海场，我绣花苗棚在槐房，但愿关顾少平心，我与你夫妻把心对呀，但愿关顾少平心，与你夫妻把年夫人外面风大，他进街去吧，买了金草我便回来。滚月来停在上上，真把我问得理也。陪我去嘛，顺便也好在家上散散心。哎呀，夫人，你身体刚好，还是我去的好啊。娘子疲劳过度，还是我去的好。你们两人客气的什么啊？哎呀，他的病体刚好，又到哪里去？哦，是不是又去递东西去？梦里把团照顾，又怎能少得了房租饭的你？哎呀，老汉不是早就对你说过，不必为这些小事担心。这又有机会打来玩我也是不知啊。哎，有人吗？哎，我是神啊，有什么事吗？我是皇上师府中的的亲亲的亲信随从老儿。哦，我家老爷路过这里，要一见关键王子暂息片刻。我家老爷有名，言人未必不准喧哗。哦是。哎呀，这都是老儿吗？小姐，你怎会在此？哦，你们两人认识的呀？去，快把房间准备好。哦老儿，我家弟弟，老爷来了。为父趋向京都，路过这里。儿啊，你不问居在家，怎会到此？弟弟呀，平地关谷同到墙，吵闹闹爱声声四方，后院里走瓦流长，丫鬟私语进桃房。家乡为了，那你母女时候，那是天地乱天荒土一场，母女逃生奔他乡，今天一轮家不光，如今风来复难当。真是苦了你嘞！是今的宫女只在哪里？快领为父去看你母亲去吧。啊，弟弟，母亲吗？是啊，快领为父前去。弟弟，我与母亲在乱军之中
相为为人为父把路上。今在观众中相聚，我与观众同志来谈。哎呀，我与观众是外边有弟弟生日啊，弟弟。儿啊，为父上必分的女儿，你言才语才同意。弟弟，女儿谁发不休？休什么啊？哎呀，不对呀！弟弟家年日上，叫我与娃看难上。啥子我有秀才配，他定在怒恼不清房。见女儿话语脆口不在家，莫非你总要殷勤着？女儿，你因何不往下讲？弟弟，还是有弟弟受得了吧？弟弟，女儿在啥不休在休在。儿，退下。问你，你与他住在哪里？就是在这看电视住呢。了多久了？左右有理。有理。他是个中外的上法郎，我与他论中之中共患难，共为难怎样？心头一下结上伤。他愿死我愿嫁，谁为美德在自招？弟弟呀，正在乱世难过，我曾回来是自杀。你好死啊！对名字撕下来给，做没了从此高名家，我找他进来应在里。我们不分开婚后，弟弟，咋不能嫁给于那秀才？他我骗了你，怎是不能归退于他？弟弟，这是女儿是女的呀。女儿啊，乱世之中少好人，这婚姻大事非经常。你是贵国千金女，理应该配一个名在无相懂。弟弟，这是女儿是女，不能嫁给于那秀才。
你快给我回去。弟弟啥用女儿随身？私下对下，岂能用人？弟弟不用，女儿不生。你是娘生子养，我不答应你不能嫁。女儿非要嫁，为父不是你嫁，要嫁。你是小天臣啊！听得我怒气满胸膛，你违背了家门训，空着脚丫。小情足下不敦子，刘朝平王的名扬，是，请小姐上车，请小姐上车。四方之间。犯了众命鸳鸯，万不还请小姐上车，请小姐上。弟弟，你就是要女儿赶你回去，也该等婚人回来。你万不配走。回到家园，我祖宗奉和家团圆，我与贵人恰分在两地，多了一个在里妹子，恰少了我那子龙贵人。妹子，找我何事啊？我请叫你进去。弟弟可有回家？弟弟还没有回来。妹子，看弟弟外夫人回家，你我同去还有一位，谁去不？好啊，弟弟到哪里去我？与你到红花子还有一位，弟弟听弟言，没到在儿。
赢了，妹子，为弟想不去了。弟弟，事情关顾平息，他恰都为台院高兴，你反而力大有用，有什么心事么？我没有心事。姐姐，妹子虽不是你的亲戚妹，也能分得你的有缘。妹子不要多疑，我有什么心事啊？我早就看出你了，你看出我什么？姐姐呀，你早起来的莲花亭，百里娘哟离山林，只能听你的声。情百里，你篱笆飘来飘人民，你三月春天上了我。哎呀，妹子，哪有上春，哪有上我？这个这样上春啊，妹子才得弟弟。你是我为什么这样？你闻天梦话是媳妇，想得你心内人可你，其他推不了。遇到是有情人总能成眷属，了会就要不得了，我不告你。哎呀娘！我还不曾去世，你怎么叫起娘来了？在你当下来追求，哪外来得及？我不当你了，不当不了，我去冰姑的娘。你是什么？这里小鬼共生心，王妃妃高来会追到小妹，替我放了姐妹情。你下次万贯之事，我下次再也不管了。今日子起来。有了，带我去都在江山着雨，听他说些什么。他不敌继父倒也罢了，这是敌起了继父，他骂我小回头，我要骂为他大回头，乃是胸中之气。姐姐，四妹子不得相驳。哎呀，莫非你生气了？为这是与你开个玩笑的呀，我没有生气，那你为什么要走呢？刚才母亲吩咐，叫我到花厅里去看看，他的家一可有白色铃铛。你去了还来不来？去了，去了，我再也不来了。
要背到，或从记忆神音。因此我快错了，甚至今年生安归，一轮皆虚空。一直想保有那国泰民安少北洋，不报功德落怀藏，儿子想保有堂爹的后娘，人佛天神不爱藏，再次必有这第三思想，插不下去了。我恨弟弟太鸳鸯，父亲遭逢杀亡，他在天南我的伯，两地相思愁。一样，但愿与男儿大同源，同欢同乐。什么呀？趁着新明月朗，少子一下，保与爹娘美寿康健。恐怕不是对吧？不是因为什么？你说过什么？女儿。每次我讲女儿的时候，你在这里呀。此次你来很久了，很久很久，我的作业力通了。弟弟，这哪两故事怎么讲？妹子女儿我不晓得，弟弟嘛就是男，我你嘛就是女儿。弟弟，你预测过什么？同欢同乐，保与爹娘上的不就是同欢同乐吗？弟弟，哪两故事倒还讲得过去？同欢同乐，妹子还不明白，我你去问过弟弟。哎呀，妹子。弟弟，咱母相会的都门亲，问名字，你大会的自己的乡亲人。刚才你答我要去找弟弟，如今我祝你同去相亲。
你高抬官手到西西，切莫上了西门庭。要不少你不难，过来，不过来，过来，不过来，你不过来，不过来，高弟弟去，妹子，不过来的。会在我的面前，不会，不会高弟弟去，不会。你把亲故事详细地说与我听，说与你听。你我凄美之情，还什么需要？金兵长官去到分，母女发手两离分。不人好，心如女结一君子，朝朝暮暮相在一非男女同音，岂不被人异议？论书之中有谁来你？夫妻同音，要不与人闻妻，三生为当，兄妹相称。万妻之所有怎么办？万妻家说，他在一起，我在一起。姐姐，要是不与一起忘记，又怎么办呢？姐姐呀，你为我扎龙我呀皮妹子，把名字都说与共情。每日早餐一说与光耀，晚上夜梦更相亲。你
在半途杀山无自信，我因愧女见了你母亲，生我做女当亲生，虽虽呀你给予哥哥顶大手，身为离别你我是堂弟弟帮我他站在早上边，那是的那要寒冬天真冷。姐姐，你还想念他吗？可怜他流落卡地遭贫困，死亡是心碎泪哀疼，至今兄弟不得知，姐姐呀，分分离合都是弟弟说来同门庭，叫我有困难的人，临离时就见一面都不用，我深深插上了夫妻情。你是我老嫂，你是我母女，两只路，我的你不得伤心，带我去安慰于他。每次在起两回，又要还的了，是他在我身，姐姐，我来与你同到长长，我与你兄妹常相许。保佑你夫妻同财哟！你们几百两在此做成？玉妹子在此烧香，天地养生头。哦。夫人啊，如今我官守在下，可惜女儿有这等消息，真是托天之福。是啊，真是托天之福。儿啊，为父替你带来了喜讯回来。什么喜讯？女儿啦！红军送青年来了，许下父子早一口。如今女儿年纪轻，为你婚姻必思考。如今是梦生
男大当婚，女大娇，这天良缘自难守。那状元身体英俊莫端走，满腹经纶才呀高。30日奉旨来招山，你尽管推洽不为空。大高弟弟母亲，女儿已有丈夫，不管从命事啊。姐姐已经有了丈夫了。不是，你的丈夫在哪里呀？与官上定下三生呀，怎能轻把地门跑？弟弟呀，你滚去相为何造访？关同世事离该笑，只有夫妻同到老，哪有重婚在家堂？弟弟，姐姐说得对，为人岂可重新起去？这是无门君恩，休得多言。纵是父明君恩，我也不容。老爷，千国内到少远府去提送士兵，因我必皆为报。哦，我明白了，定是少远结下了士兵，望他才正配聘礼，故而来此。老爷春来去听，命他进人。媒婆，终是做本夫，人间好事多，这家也是我，那家也是我，这位家穷们内户们内户，下一辈上关媒口头。媒婆，你回来了？回来了。那方圆可有应用？应用了。哦，那就不用自理。老儿，快吩咐下去，上瓜饼接菜，迎上元姑爷进府。相爷，我娃还没有说完人。什么话？快讲。状元叫我带来了聘礼回来。我早就猜他在准备聘礼呀。这不是我叫你送去的那四笔吗？是啊，一点也不错。退回来了。你是怎样对他说的？相爷，我打了聘礼冲啊去，一见状元也退下去，知道是相爷叫我来做媒，小金状元在家女。他是怎样回答？金锁眉毛一大树，飞身不把四边树。
上的生死啊！不意识了，这婚姻原是身上之，百王朝月想得走。他是何事？他低头叹息不住声，一句不把死别人。相夫有女亲家庭，他恰不肯把死变成，非谁才去令人恼。莫非是言我女儿容颜色？当时我也这样想，是不是为言我家小姐容颜色？我忙说小姐貌美至少有才是上我下的女儿，他只是为得你，他还是不把死别人。那你可以问他，不走此别究竟为了何？相爷，是因为他早已在开了心，就将就难以拒。原来为了此事为官之人三妻四妾，又有何妨啊？老夫何不设下酒席请他前来，老夫当面力请，哪怕他不允。妹夫，许我明天去妇女上院请他前来赴宴。若日许我明天前来。此次官媒告退，应由老夫明天前去，将他定为到台。老爷，夫人，我的女儿，她可有违心尊意呀？老爷呀，女儿她外天父的不用人，做小的可打天命，情事不理一不正，晒菜不是做不赢。那你可以劝劝他呀。这不人家不中用，他宁愿一死不加成。老爷，看起来这桩婚事难以成。他尽管违背父母命，这小姐种下不断子，牛顿撕裂不忘记，杀子车名向瓦村，教母老夫真做贼。这
这是无人不晓。老爷，这样下去恐怕要逼出名来。此君身子以下，岂能变更？唉，这都是你教养的好。女儿和女儿家怎么回去老生来了？老爷辛苦早院到。哎呀，这老夫有情，备酒食肉。哎，你还不快去劝他？女儿不答应，家我有什么办法？哎，去！那状元不守时地，我女儿又是哭哭啼啼，真是逼死老夫了。状元一听，江夜晚上有情，这一个晚江夜大家伙。那又不属高入了。相爷人也有的，小满真就当得起。几杯水酒。无话保论不听。老相爷，叫满身道士不知有何见教，请你费力。因老夫小女奉旨到你为师，因何不肯依哟？相爷，王相爷不见面，满岁难有在门前。谁想此女配中原，不用起归相祖辈。状元何必三天，满身之意早决定，将我日所度尽也是凄苦困苦边在你一定不肯依我，王相爷是人。向老夫国家朝政，尚且能做得一般之意，这小小的儿女婚事，反而由不得我。满身不过，既
顺不过就该诀别，要么诀别，还有苦情。你可知这是圣上的意志？中顺圣旨，我也难受。好，此情为好不是得举。哎呀，一天香烟怒气生，却得死路混着里，我让不用在门前，困来无在难免生，但是用了这门情，不留样子我心不在。远方无色不为国，自若不足苦尽本。老相爷万岁高兴，买这相爷，魏上元，你因何再三太子这桩婚事，究竟为了什么？相爷，你那是我的苦情啊！你家王公殿，相爷满身高抬。妈，相爷何日吩咐？落日带上元四大孝顺。这相爷，老夫还有事与你相商。上愿意请。
得言在万事中的对啊！当初他们四个如今是我们军人有妹妹，当初是个穷小的，如今是红元气的我妹妹。望瞧他们两人多相爱，在我前看无人来，夫人有情。老爷，那上月可用了亲事。夫人啊，你可知那上元是谁呀？叫老僧怎会知道啊？那上元姜世龙就是我的女儿，谁要相念的那个秀才。真有此事？是啊，待我教出女儿，与她说个明白。老爷，他在是你，配亲又是你，你又里面去见女儿啦？我有什么见不得女儿啦？要是女儿问起你来，今在既要配亲，当初何必插山？再说你是堂堂丞相，才反而岂必被人耻笑？这，哎呀，夫人，你看如何是好？这都是你自作自受。我女儿那里有我夫人去世，那上月那里叫我有颜面去讲姑姑，这里你求叫姑姑在叫谁啊？请母亲在辛苦少年叫姜思路，姜思路就是我家姑姑呀，弟弟他在哪里呀？哦，是你的姑姑啊！他在死亡里，为我去叫他进来。有日有请少女。这一日啊，正因为你姑姑跟前，岂为我去讲几句好话？王爷请。哦，来了来了。你不是我妹子吗？妹子，你真为人师。自从官路升班，幸亏遇见了夫人跟着母女，我以为亲生兄妹不得相见，不料在此中逢。真是喜日。姑姑，两夫长辈可是你吗？真是为兄。你苦于英勇，弟兄早有嫂子，岂能留情于他？姑姑，你可知道是小辈是谁？丞相之女。妹子这话好不习惯，其中另有隐情。我们丞相之女就是娘子乃是长子之女，岂为生在相思？这道奇了。娘子，来。
西行不欺君，弟弟非我配少女，我为你守信不家人。原来上元是你，这是娘子我周大玉，发现什么事来？女儿，已经偷到你的心了。母亲，还有你弟弟啊，他起不来噻。好，我去扶他起来。弟弟，当初是你啊，自己快点讲匹配。